新闻一开始，先看印尼的移民机关拜三伫咧巴厘岛的一间别庄，查到疑似网络犯罪集团，有逮到103个外国人，其中14个是台湾人。目前详细也搁在厘清。咱的驻外代表处嘛讲，一直接到相关的通报，而搁继续了解。较任何所在移民官出动为大门攻入去，嘛翻墙突击，真侪路顶开搜查，现场有查甫有查某，随风控制。厝内大阵人全部互人带出来，下令拍伫涂骹。别庄另外一边共款客满人，双手摸头拍落。印尼移民机关2日，这个行动逮捕差不多103人。Saya tak sempat hitung salat malam itu. Mobil-mobil itu Indonesia banyak tuh. Bus-bus besar aja yang angkat tuh. Informasinya berapa, Pak? Informasinya saya dengar 103 orang warga negara asing. 犯罪地点就伫巴厘岛，真侪电脑、手机啊，互人查扣。当地媒体报道，落网的上百人拢是外国人。现场原来发现真侪咱国的护照，至少14个台湾人涉案，怀疑牵涉到网络犯罪，逮捕移民相关法规，等你调查加查清楚。我们接收印尼。 受到印尼方面通报，这样子，我们统一由外交部发布信息。咱驻外管处表示，已经有接到印尼政府通报，咱刑事局是回应，专案无参加共同侦办，当透过驻外官员向当地执法单位联络。印尼官方敢若回应，目前还搁咧查证身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